这个调野为了总预算，还阁继续咧拼战，针对着行政院各部会讲经费荒太调，会严重来影响到施政。国民党的立委王宏维今仔日到中正一分局告发着行政院的部会乱造谣言，违反着社会秩序维护法。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批评国民党已经行到进步，并无链路。已经正式完成报案哦。提出报案的3年多，国民党团的书记长林书平、首席副书记长王宏维来到中正一分局，继续美总预算案。在预算还没有拟定以前，就大肆的去散播不实的讯息，我想这个已经违反了我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农业部门农业部把讲，因为经费荒态度，爱家己找卫生纸甲发电型的手电啊。财政部制作图卡，话讲在亚东团统一发票调奖经费宏泰18亿5000万，其中包括着发票调奖的奖金。行政院各部会包括着数发部、教育部，只要把对总预算有意见的，拢总红点名。赖清德总统说，如果油不够的话，没有办法开车。我们给了你高达将近3兆的预算，这样油还不够吗？他在委会去地检署自首，检察官一定当庭说要进监把关起来，都有潜因不穷啊，无招可用。蓝白完了，蓝白已经下课了。在那边检索优势状况之下，总预算案3读通过，那总统赖清德话讲无法度接受，和政府变作是无油的车。行政院也认为真歹实行，讨论讲会提出救济，调野继续高峰。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